好多人都問啊，阿 Matt 啊，有冇啲好嘅海景單位介紹啊？有，今日呢一個就係啦，大家可以望下180度嘅無敵大海景，仲有呢個露台，私隱度非常之高。唔好話淨係朝頭早出嚟飲杯咖啡揸叉電，就算喺度擺張梳化椅攤喺度咧，都應該冇人可以望到你，私隱度非常之高㗎。單位嘅實用面積咧係762尺，除咗有3間房之外咧，仲有一個主人套房㗎。嗱，我自己最中意咧就係呢一個單位嘅室內嘅裝修啊，我覺得咧非常之 warm 啦。唔單止見到前屋主，見到佢用一啲木鞋嘅地板，佢仲利用咗一啲燈光咧去製造多啲空間感添。就連廚房啊，佢都為呢一度嘅使用者去製造一啲 extra 嘅儲物空間。其實最適合就係中意煮嘢食嘅家人使用啦。呢一個儲物室咧，除咗可以攞嚟儲物之外啦，亦都可以變成第3間客房，甚至咧可以將佢變成工人房，等工人姐姐可以喺入邊休息。另外2間客房嘅 size 咧都非常之唔錯，而且有個窗台喺附近，面對住一個全海景嘅景觀㗎。嚟到主人套房嘅位置啦，除咗咧有一個自己嘅廁所，仲可以浸下浴之外咧，房間裏面嘅空間咧都相對地大，可以做到3邊落床，亦都3邊都可以望到海景，非常之好㗎。想揾更多珀麗灣嘅筍盤，又或者想知道一手嘅資訊，都可以不妨聯絡我。我叫阿 Matt，我哋下次再見。